喂，青年，你终于回我电话了。思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老板要临时去趟市南。他是故意的。没有啦，我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漫画大纲的事儿我回来再跟你聊，好不好？我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之前你让我查的 K 酱资料已经发给你了，这个人在同人圈很有名，之前从来没有涉足过职业圈。这都是他画的，不像是请过枪手。去把他牵过来。恐怕还要些日子。K 酱不经常露面，搞到他的联系方式并不容易。世南，走吧。我现在又不想送你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又扯到那部漫画？我是书粉，不行吗？你知道蹲坑里面的人什么感觉吗？5年了，蚂蚁都竞走一半了，你都不撒一把土，你也配是创作者？下车。下车就下车，谁稀罕这路痴的破车啊？
哟，鞋不错啊，防水吗？滚！滚！我有轮子，我当然滚了。这荒郊野外的，你就手足并用，爬回去吧。拜。哎你，哼！我祝你车胎爆胎，油箱侧漏，出门用碰瓷儿啊！哎，哈哈哈哈！陆老师真是人品爆炸啊，车都跟着冒烟了，真是 carry 全场666啊！